主后2026年5月1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我靠上主的人有福气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146篇第19、第10节。现代单语版圣经诗篇第146篇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！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。我一生要称赞上主，我活地的日，拢要唱歌称赞我的上帝。毋通倚靠君王，毋通倚靠会死的人，因袂当帮赞。因一个断气就归土，因的计划伫迄日就落空。靠倚靠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。上主因的上帝是因的仰望，伊创造天地海，嘛创造其中万物，伊永远信实。伊为着受枉屈的人伸冤，伊使食物互枵饿的人。上主透放受贫家的人，上主互盲人会看见。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，上主疼惜义人。上主保护出外人，扶持孤儿寡妇，伊互歹人一路行袂通。上主会永远做王，锡安啊，你的上帝要做王直到万代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！我靠上主的人有福气。第一次世界大战了后，苏联甲美国两大强权国家崛起的局面较大，也有影响深远。战后一寡小国家为着生存，试图瓦解某一寡强权，也是加入某一寡国际联盟，经济、政治也纷纷向大国靠拢。对着全球化，各国之间的政治贸易往来变甲搁较繁杂，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也不断升温。为着争权夺利，国与国之间搁引发一连串冲突。20世纪尾，中国实施开放改革，带来经济、军事甲科技实力提升。伊伫中世崛起了后，就极力挑战世界强权的地位，想甲美国争锋。若是俄罗斯、北韩以及欧洲几个大国，也伫无共领域凸显家己的地位。总是大国兴起，并未带来世界和平，反倒加剧国际冲突。近年来，不论乌俄战争、以巴冲突、北韩挑衅南韩，也是中国以武力恫吓台湾、日本、菲律宾等国家，拢互世界搁较动荡。当川普再度上任美国总统，持续高化，互美国再次伟大所提的对等关税、加强边境管控等政策，也互世局搁较恶垂直。诗篇146篇的背景是以色列人受掠多年后，要对巴比伦回归的时所写的诗。大约伫公元前536年到520年之间，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的年代。以早因着以色列人的心转向倚靠世俗的君王，无搁再倚靠上主，经历受掠到异乡的心酸。总是上主互以色列人回归故乡以后，因犹原艰难顾要赶紧重建家己的家园，忽略重建圣殿的重要性。因为安尼，
诗人伫受了回归之际，提醒以色列人应该重新倚靠上主，毋是倚靠人，因为只有上主才是以色列人的拯救者。诗人透过即首诗，对比人的无可靠，甲上主的信息可靠。毋通倚靠君王，毋通倚靠会死的人，因袂当帮赞。诗人直指世间的君王也是会死的人，无法度提供永远保护的堡垒，提醒以色列人毋通倚靠因，是爱投靠上主。靠雅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。经文为虾米特别提起雅各呢？因为雅各伫必得利梦中领受上主的应允，生命改变了后，成做以色列重要的信仰传承者，为后代带来极大的祝福。雅各性命受上主翻转，愿意接受上主的管教，因为安尼成做蒙福的人。亲爱的姊妹兄弟，咱的生命中检采有失望也是迷失的时，但是咱爱亲像诗人共款，专心倚靠上主，搁投靠伊，才会当真正得到福气。人虽然会当争取权势和地位，但是迄只是暂时的，无够通互生命得到完全的保障。只有互上主成做性命的掌权者，才会当得到永远的福气。默想，我愿意互上主完全掌管我的性命无？我愿意互上主完全掌管我的性命无？咱来祈祷，某能力的上主，我愿意完全倚靠你，仰望你，求你引带我头前的道路。就算崎岖无平，我犹愿意全然信靠你。求你做我性命的引带者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